等你有機會行入呢個金碧輝煌、燈火通明嘅大鬥場啊！第一眼見到嘅通常係閃到眼花嘅霓虹燈，踩落去軟綿綿嘅名貴地毯，仲有一種好似交響樂咁清脆到令你心跳加速嘅籌碼碰撞聲。呢個世界睇落充滿咗刺激同奢華，好似只要你肯搏一搏，單車都能夠變摩托。但係喺呢個名利場嘅核心，每張台後面嗰個着住制服、面帶微笑、手勢純熟到好似變魔術咁嘅發牌員，先至係呢部巨型揾錢機器入面最重要嘅靈魂人物。好多客仔喺台上面搏殺到興高采烈，或者輸到眼紅紅嘅時候，可能會留意到一個好奇怪嘅現象，就係班荷官並唔會由頭坐落尾，大約每隔1個鐘頭左右，我哋入去就會有另一個着住一模一樣制服嘅同事行過嚟，大家打個眼色，換一換位。你可能會諗，係咪呢個荷官手風唔順？公司要換人嚟轉下運呢？又或者係佢要去飲水食飯？其實呢種1小時一換嘅規矩背後收埋咗好多你想象唔到嘅學問。呢份工表面睇落好似好威水嘅，其實係一門結層咗極高努力同體力消耗嘅苦差。如果唔係實行呢種頻繁嘅輪換制度，就算係鐵打嘅人，都好難喺呢張賭台上面企得穩。我哋可以先從體力勞動呢個角度嚟睇下。平時大家對體力勞動嘅印象，我們又去可能仲停留在地盤搬遷呢，或者搬抬嗰種大汗淋漓嘅場面。但係荷官嘅體力消耗係一種好隱性但係極之深刻嘅疲勞。你想下，成個更次入面咧，絕大部分時間都要保持住一個非常標準，好似教科書咁嘅站立姿勢。呢種企法唔係叫你隨便揾根柱挨客，或者放鬆客對腳，而係要腰板挺直、精神奕奕，因為你代表緊賭場嘅門面。如果你試過企喺度1個鐘頭唔屈，你就會明白嗰種小腿肌肉酸猛到好似要炸開咁，仲有足底嗰種轉心嘅壓迫感係幾咁難受。而荷官要做嘅，遠遠唔止係企喺度咁簡單。佢哋對手成個鐘頭入面幾乎係冇停過，洗牌、切牌、發牌、回收籌碼、理順牌靴，呢一系列動作喺你眼面可能行雲流水，好具觀致性。但係對荷官嚟講，係對手腕、手指、手臂肌肉群嘅高頻率運作。一晚落嚟，我冇有去，成千上萬次重複動作，如果連續做幾個鐘頭，關節勞損同肌肉疲勞係走唔掉嘅。如果你唔俾佢哋休息，動作嘅精確度就會大打折扣。身體嘅負荷會令佢哋成個人變到好似生咗鐘嘅機器咁。所以1個鐘頭就要入休息室坐客，飲啖水放鬆下今緊嘅神經。呢個係保護員工身體最基本嘅底線。講完體力就要講客努力。荷官個腦喺工作期間要好似一部高速運轉嘅精密計算機咁，無論係百家樂21點定係德州揼黑，你唔單止要熟到背得出嗰啲繁文嘅遊戲規則，仲要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大量嘅計算。客仔下注嘅金額大細唔一，籌碼色水又多，面值又唔同呢，倍率計落嚟分分鐘涉及到複雜嘅倍數關係。你一定要喺每一局結束嗰日啦，快冷準咁計出邊個贏幾多，然後喺籌碼盒入面精確咁執出對應嘅籌碼牌俾人。同時仲要收翻輸家嗰份，呢一切都要喺幾秒鐘入面搞掂。因為做場要講效率，唔可以因為你計錯數或者計得慢而阻住個節奏。其實呢種高強度嘅瞬時心算，對大腦嘅專注力同反應速度要求高到你唔信。隨住時間行過後，大腦一定會產生生理、
性疲勞。一攰就容易出錯，一出錯就係真金白銀嘅損失，甚至會引起客仔同鬥場之間嘅糾紛。喺呢種體力同腦力嘅雙重考驗之下，荷官仲要承受住一種常人難以想象嘅精神壓力，呢個亦都係點解要頻繁休息嘅另一個核心原因。你想荷官發出嘅每一張牌計嘅每一筆數都直接關係到錢，做場嘅運作係建立在極之嚴謹嘅財務規則上面。任何一個細微嘅失誤，咁我們要去，無論係嫖多咗籌碼、收少咗賭注，定係發錯咗牌嘅次序，都會令公司蒙受損失。為咗唔好出錯，荷官嘅精神一定要時刻保持高度集中，目光要好似呆咁獨立，唔單止要望住自己對手，仲要眼觀六路，留意住台上面所有客仔嘅一舉一動。喺呢種高度緊張嘅狀態下，人嘅神經就好似一根拉到盡嘅弦啊！如果長時唔放鬆，分分鐘會斷，導致精神崩潰或者產生嚴重嘅焦慮。再者，荷官面對嘅唔單止係冰冷嘅牌同籌碼，仲有形形色色、性格各異嘅客仔。喺呢一個鐘頭入面，佢哋仲要兼顧一部分客戶服務嘅工作。你要好有耐性、好有禮貌咁回答客仔關於規則嘅詢問。甚至喺啲客輸咗錢、情緒激動喺度發脾氣或者抱怨嘅時候，你都要保持專業嘅微笑同冷靜嘅態度去安撫。呢種情緒勞動，其實好消耗心神啊！你唔可以將自己嘅私人情緒帶上台，一定要戴住一張專業和善嘅面具。喺呢個嘈雜、充滿誘惑同壓力嘅環境入面，要持續維持呢種高專注、高壓且需要隨時應對人際互動嘅狀態。對任何人嘅意志力都係巨大嘅消耗。我哋仲要睇客鬥場入面嗰種特殊嘅環境因素。鬥場嘅內部設計其實係一門好深奧嘅心理學。我們要係為咗令客仔忘記時間，沉靜在賭博嘅刺激入面。場入面通常係無窗嘅，你亦都揾唔到一個鐘。呢度嘅燈光永遠係咁璀璨奪目。尤其係鬥台上邊，為咗確好天眼監控鏡頭，可以清清楚楚捉到每一個籌碼同每一張牌嘅細節。燈光係異常明亮嘅，荷官對眼一定要長時間盯住呢啲喺強光下反射出刺眼光芒嘅嘢。呢種視覺疲勞係普通人好難體會到嘅。上場入面啲老虎機嘅鹿鳴聲，客仔贏錢嘅歡呼聲，輸錢嘅掟色聲，交育成一張巨大嘅噪音網。喺咁嘅環境，你要過漏掉呢啲雜音。我們又去聽清客仔嘅下注要求，呢種持續嘅感官超載，會令荷官嘅神經系統一直處於一種含緊嘅應激狀態。換班休息，唔單止係身體休息，更加係等佢哋可以逃離呢個高刺激嘅環境，去休息室嗰個安靜、燈光柔和嘅避風港度重啟一下。講到呢度，我哋要切入一個鬥場管理上最核心，亦都係最隱秘嘅機制，就係安全防範同防作弊。頻繁換荷官，絕對唔係淨係為咗員工健康咁簡單。賭場係一個每分每秒都有巨額財富轉移嘅地方，人性喺呢度會受到最大嘅考驗。如果一個荷官將時間固定喺一張台度，佢好自然會同台上面嘅客仔產生互動。有啲熟客可能會透過傾偈套近乎，甚至係一啲暗示，試圖同荷官建立一種超越服務關係嘅默契。呢種熟人感對賭場嚟講係一個巨大嘅風險，因為一旦荷官同客仔變到太熟，串通作弊嘅可能性就會急劇增加。荷官可能會在發牌技巧上面做手腳，或者係計數嘅時候故意計錯位。
甚至只係透過一個眼神去傳遞牌局資訊。為咗從根本上切斷呢種利益輸送嘅可能，刀場採取咗最簡單亦係最有效嘅物理隔離手段。就係頻繁換人，每隔1個鐘頭換一個新嘅荷官，原先建立起嚟嗰種微妙嘅熟悉感就會瞬間被打破。呢種制度就好似一道無形嘅防火牆，確好咗鬥局嘅絕對公平，亦都保護咗公司嘅財產安全。講返轉頭，頻繁更換荷官仲同鬥場嘅盈利模式息息相關。鬥場嘅利潤係源自遊戲規則入面設定嘅莊家優勢，但係要將呢種理論上嘅優勢變換成實際嘅真金白銀，就要靠遊戲嘅運轉速度。喺業界入面，呢個叫做每小時發牌局數。呢個精力充沛、啱啱接班嘅荷官，手腳係最靈活嘅，洗牌發牌嘅節奏快到好似閃電咁。呢種高效嘅節奏可以令到台在單位時間內玩多幾局，咁莊家優勢就能夠更快、更穩定咁體現出嚟。但當一個人企咗1個鐘頭之後，動作就會由唔自主咁變慢，手指靈活性下降，心算速度遲疑，哪怕每局只係慢咗幾秒鐘，累積落嚟，對擁有幾百張台嘅大賭場嚟講，都係一筆極之大嘅隱性經濟損失。所以效率開始下滑嘅臨界點換人，係確保利潤最大化嘅必然選擇。有趣嘅係，呢種制度對客仔嘅心理亦都產生咗奇妙嘅化學反應。賭客通常係一群好迷信嘅人，佢哋好中意將輸贏歸咎於運氣。喺佢哋眼入面要巨象噶嘛，荷官就喺運氣嘅具象化代表。當一張台上面嘅客仔連輸幾手，氣氛變到好壓抑嘅時候，一個新荷官嘅出現，往往會被客仔視為一種轉運嘅契機。呢種心理暗示會重新點燃佢哋嘅希望，令佢哋願意留低繼續落注。反之，我瞄去，如果某個客仔手氣極好，殺到莊家冇咗半條命，換荷官就會打斷遊戲嘅節奏，破壞客仔原有嘅手感同氣勢。雖然從概率學嚟講，唔要去換人，唔會改變牌局嘅隨機性，但係呢種節奏嘅改變往往會擾亂客仔嘅心智，令佢哋喺接落嚟嘅下注入面出現猶豫或者出錯。賭場深飲呢種賭客心理學，透過不斷打破既定氛圍，令遊戲始終充滿變數，莊家就能夠喺心理博弈入面佔據主動。背後支撐呢套1小時1換制度嘅，其實係一套極之辦大且精密嘅後台調度系統。喺一個擁有成千張賭台嘅度假村入面，要實現所有荷官無縫輪換呢，絕對唔係靠人把口叫就得，而係要靠複雜嘅演算法同人力資源管理系統。賭場要精確計出每個更次需要幾多荷官，仲要儲備足夠嘅替班人手去應對突發情況。呢種輪換過程本身亦都係經過嚴格訓練嘅規範。即將下班嘅荷官喺離開之前，一定要向住天眼監控鏡頭展示雙手，證明自己冇帶走任何嘢。呢個動作專業名詞叫清手。然後兩個人會有一個極之簡短但資訊量巨大嘅口頭交接，講清楚目前牌局嘅進展，有冇啲特別要注意嘅客仔等等。成個過程幾十秒搞掂，絕對唔可以阻住個場揾錢。荷官喺正式落場之前，通常都要經過一段好似魔鬼訓練營咁嘅培訓階段。佢哋要將洗牌、發牌、計數呢啲動作內化成一種神經反射同肌肉記憶，因為喺嗰1個鐘頭嘅高壓實戰入面，你係冇時間慢慢諗點樣發牌或者呢條數點計，你要練習到就算唔望，對手都能夠精確感覺到每張牌嘅厚度同摩擦力。
呢種極限訓練，係為咗保證佢哋喺嗰1個鐘頭嘅末期，就算大腦已經開始攰，依然可以靠本能去維持極高嘅準確率，而且佢哋仲要接受嚴格嘅表情管理同抗壓能力訓練，確保好無論發生咩事，呼吸都要平穩，情緒都要絕對克制。好多人覺得荷官坐喺度或者企喺度發牌，好似好輕鬆，但如果你深究落去，你就會發現呢份工其實係一份高風險嘅職業。長時間企立會導致下肢靜脈壓力巨大，靜脈曲張係荷官嘅職業病，成日重複洗牌動作，手腕嘅雲帶同手指嘅肌腱一直處於超負荷狀態，腱鞘炎同腕管綜合症幾乎係避唔開嘅。加上喺道場呢種名利場，每1秒鐘都上演緊一夜暴富或者傾家蕩產嘅戲碼。荷官作為最直接嘅見證者，如果心態唔夠強大，我們要去，好容易會被客仔嗰種瘋狂嘅情緒同化。所以呢1個鐘頭一次嘅休息，其實亦都係道場管理方設置嘅一道心理防火牆。透過強制性嘅打斷，等員工唔好過度沉溺喺輸贏嘅氛圍入面，避免佢哋對金錢產生麻木感，幫佢哋維持心理穩盛。喺呢張鋪住綠色布嘅鬥台上面，其實係一個高頻次、大額度資金吞吐嘅微型金融交易所。荷官企喺呢個核心位置，對手每日經過嘅籌碼價值可能高達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佢哋唔單止要面對客仔嘅注視，仲要承受來自天眼監控網絡嘅無死角審視。喺底場嘅穹頂上面，有無數個高清鏡頭死死盯住荷官嘅指法、執籌碼嘅力度同匍匐嘅數量。同時亦會心嘅背後仲有監場或者區長在不斷巡視。呢種來自天上地下嘅雙重壓力，令荷官嘅精神壓力大到極點。佢哋唔可以隨便揸頭摸袋或者做任何非標準動作，費事引起誤會。哪怕係鼻哥痕，都要按規矩向鏡頭展示雙手先可以抓。呢種好似喺放大鏡下面被審視嘅工作狀態，如果超過1個鐘頭，人嘅心理防線真係會崩潰啦。所以話道場入面嘅每一條規矩，都唔係冇緣冇故整出嚟嘅。呢個1小時1換嘅制度，係呢個行業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嘅實踐沉落嚟最科學、最必要嘅管理手段。佢保護咗員工嘅身體機能，維持咗大腦嘅高效率運轉，築起咗安全防範嘅防火牆。利用咗博弈心理學嘅奧妙，最終目的都係為咗確好我呢部憑挨大嘅金錢機器精確無誤咁運作落去。當你下次入到場見到班荷官換班嘅時候，你就會明白咧，唔單止係一場簡單嘅人員更替，而係一場關於人性、效率、安全同利潤嘅精密博弈。喺呢個世界上最難管理嘅永遠係人，道場就係一個將人性放大到極致嘅地方，而管理荷官就係要喺人性嘅弱點同商業嘅絕對理性之間揾到一個平衡點。1小時1換就係呢個平衡點嘅具體體現。咩嘢呢？佢承認咗人會攰、會出錯、會受誘惑，所以用制度去彌補呢啲弱點。呢種對細節嘅極致追求，先至係鬥場長盛不衰、立於不敗之地嘅真正秘密。你喺台上面搏緊嗰陣，其實成個系統都喺度同你搏緊，而呢個系統嘅精密程度，遠遠超出咗你嘅想象。其實做人同做鬥場一樣，都要明白過猶不及嘅道理。無論你幾叻幾硬淨嘅，都要學識喺適當嘅時候換客班唞客氣。喺高壓嘅生活入面，如果你唔識得定時俾自己一個休息室，
去清空客腦入面啲心理垃圾，你好容易就會喺嗰張人生嘅鬥台上面計錯數、行錯路。荷觀嗰1個鐘頭嘅輪換，其實亦都係一種生活嘅智慧。要保持悶風狀態，係就要識得即時退場，回返血先可以再戰江湖。呢種智慧比起你喺台上面贏嗰幾手籌碼，其實仲要值錢得多。去等下次你再坐喺張百家樂台前面，望住對面嗰個荷觀熟練咁洗牌，你可以試下用另一種眼光去欣賞佢。你會見到一個喺極限壓力下依然維持專業嘅表演者，一個喺精密系統入面精確運作嘅零件。當1個鐘頭過後，佢轉身離開嗰一刻，你可以喺心入面同佢講聲辛苦晒，因為喺呢個紙醉金迷嘅世界入面，佢哋先至係最清醒、最克制嗰個。而呢種清醒同克制，正是每一個想喺呢個紛擾世界入面企得穩嘅人最需要修煉嘅內功。鬥場嘅燈光永遠唔會熄，籌碼嘅碰撞聲亦都唔會停。呢個1小時1換嘅節奏就會好似心跳咁一直律動落去。呢個節奏見證咗無數人嘅起起落落，亦都守護住呢個行業最後嘅秩序。喺呢個世界入面冇永遠嘅贏家，亦都冇永遠嘅輸家，只有永遠精確運作嘅制度。當你明白咗呢一點，你對贏輸嘅執着可能會少咗一份，對規則嘅敬畏就會多咗一分。呢份敬畏心可能先至係你喺呢個充滿變數嘅人生賭場入面要去最重要嘅護身符。最後你要記得，無論場入面嘅裝修幾咁華麗，冷氣幾咁舒服，服務幾咁周到，呢一切嘅目的都係要吸引你坐低，然後用最快嘅速度將你袋入面嘅錢轉移到籌碼盒入面。而嗰個1小時1換嘅荷觀就係呢個轉移過程入面最精確嘅執行者。佢哋嘅休息係為咗更好嘅服務，佢哋嘅專注係為咗更高嘅效率，而佢哋嘅更替係為了絕對嘅安全。呢個金錢世界嘅運作邏輯嘅嘢都去就收埋喺呢啲看似平凡嘅日常規矩入面。等你睇透咗呢啲，你先真正算得上係入過賭場見過世面。呢張賭台其實就係人生嘅縮影。你要喺體力、努力、壓力同人際關係之間不斷周旋。如果你唔識得點樣調配自己嘅精力，唔識得喺臨界點之前俾自己一個喘息嘅空間，你最終只會輸俾自己嘅疲勞同失誤。所以學客道場嘅管理智慧，俾自己嘅人生都設一個輪換制度，每隔一段時間就離開一下嗰張令人焦慮嘅賭台，去休息室度坐客，飲啖咖啡，望客遠方，等自己嘅感官得到重啟，精神得到復原。只有咁樣，你先可以喺接落嚟嘅局數入面依然保持冷酷、精準同高效。喺呢個名利滾滾嘅世界，真正嘅高手唔係嗰啲一時衝動贏大錢嘅客仔，而係嗰啲可以喺高壓環境下持續穩定輸出嘅專業人士。而呢種穩定性正係靠住呢種睇落好死板，其實好科學嘅輪換制度嚟維持。1小時1換，表面換嘅係人，實際守嘅係心。守住嗰份對規則嘅敬畏，守住嗰份對專業嘅堅持，亦都守住咗嗰份對人性弱點嘅警覺。呢個先至係呢個金錢帝國可以屹立不倒嘅真正基石。當你下次再見到嗰個換班嘅身影，希望你會有一份新嘅感悟，領略到呢個繁華背後嘅深層邏輯同智慧。喺道場呢個大染缸，每個人都喺度搏緊，客仔搏運氣，荷觀搏專業，而老闆搏嘅係系統。我哋要去呢套系統入面
最精彩嘅章節就係點樣去對抗疲勞同人性。1小時一換就係呢場對抗入面最有力嘅武器。佢將複雜嘅管理變成咗簡單嘅節奏，將巨大嘅風險化解喺無形之中。呢種舉重若輕嘅管理藝術，值得每一個人去細細品味。人呢，無論你係咩身份，處於咩環境，只要你處於競爭同壓力之中，呢套關於輪換同休息嘅邏輯，都會係你最強大嘅生存法則。等天亮之後，當第一陽光穿透道場大門，如果可以穿透嘅話，你會發現嗰班荷官依然在有條不紊咁更替，佢哋嘅面孔喺變，但佢哋嘅動作同專業永遠唔會變。呢種不變嘅專業，正係靠住不斷嘅更替嚟維持。呢個就係鬥場嘅魅力所在，亦都係佢殘酷而真實嘅本質。喺呢個世界，唯一不變嘅就係變，而唯一可靠嘅就係制度。明白咗呢點，你就明白咗道場去嘅，亦都明白咗一半嘅人生。喺接落嚟嘅路嗰度，希望你都能夠好似一個優秀嘅荷官咁，喺自己嘅位置上面冷靜、精準、高效。聽完懂得適時消息。